地震发生到今已经是第八公路，伫咧花莲的沙卡当步道呢，也是找找重点。今早起呢，这重机具伫咧步道继续找，有挖着2个死者，将有可能是姓杨的爸爸和查某囝。也若伫咧这2个死者下骹，搁再挖着2个因是烧烂的姿势。这第3位将有可能是妈妈，而且伫伊的身躯顶的牌仔呢，有找着伊和3个囡仔的健保卡。伫暗头的时阵，搁再挖着1位死者，应该就是上细汉的查某囝。这5位死者呢，真有可能就是因兜规家伙啊！乌本阿港东基海将成功开入来啊！伫斯卡东步道0.5公里的所在开始作业，搜救队啊斗3工，陆续将2名罹难者遗体吊起来。现场2具遗体送到殡仪馆，加上有家的爸爸甲大汉查某囝，会验 DNA 来鉴定。搜救队更加伫遗体下面涂石堆大约3到5公尺深的所在，佫找到2具的遗体，敢是有家的母囝，2个男斗阵，虽然身份等待查明，不过第3具遗体下牌仔内底发现有家老母甲2个查某囝后生的健保卡。刷来我暗头5点半，敢是有家最后1个人，虽然查某囝也用找到了。发现了目前有第4位的民众，那时候发现的时候2具是叠在一起。搜救今日第8天，斯卡东依然是重点。竟出现新的线索，当地网友通报有游客捌伫1.8公里大水港遐，甲新加坡红阿木开港，都讲再回就地登陆。一个跟一个。在爬的，有队长。爬的时候稍微讲一下，落水稍微讲一下。另外一边，中和矿区有1个工人失去联络，现场帮内面一箱大土石送到摩托过，互搜救过程是真困难。无人机空翕了后，无找到替代路线引入去，考虑这个安全，暂时来撤离。大地震。对，我赶快先躲到这个。今日地动放线迄时，有开车人灭伫面棚空，也过避难进前几分钟，北甲这个重型机车小闪过，骑车人安危也受到关心，加在平安无代志。伊是天祥派出所警察，迄天甲重型机车停落，行路登去所内救灾，到即阵依然是继续留守伫地群救灾。该名同仁于下班途中突遇地震，所幸并无受伤，由于道路中断。辨识当时状况，慢慢徒步返回派出所。派出所全体总动员协助地动救援，警消各单位投入救灾，大家拢伫现场付出上大心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